女人刚睡醒，拉开窗帘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：硕大的甲壳虫在草坪上随意攻击着人类，癞蛤蟆也换了胃口，改吃空中的虾仁，甚至连鲜花都开始掐架。其实这里是象征天堂的善地，生前积德行善，死后才能送到这里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系统出现了 bug， 一件善事都没做过的艾丽，结果也被送到了这里。而自从她的出现，善地才陷入了危机。系统给众人都换上了狱警的服装，唯独艾丽还是原来的模样。此刻的小黑更坚信，她的灵魂就不应该属于这里。This is all happening because of you. Ow, fork me. 但艾丽却委屈地抱怨着，即使自己不是乐善好施的大善人，至少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大恶人吧，应该给他们这种人开辟出一片不分善恶的中间地带。没办法，小黑决定从这一刻起教艾丽如何做一个好人。于是在危机结束后，善地组织众人自愿去打扫街区，小黑主动替艾丽报了名。虽然艾丽的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可为了能留下来，也只能无奈地答应。与此同时，善地的创造者迈克尔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现了漏洞，才会产生这样奇怪的危机呢？可迈克尔竟突然看到一只未拴绳的流浪狗。要知道，在创造善地时就已经开始禁止养狗，而这里的一切都有着稳定的规律，哪怕是一个细小的偏差都会引起特大的灾难。随后迈克尔秒变捕犬大队的城管，一次性的将他彻底清除。心存抱怨的艾丽只想着怎样能蒙混过关的留在善地，根本就不是想真心的做个好人。没干一会儿就失去了耐心，不是把垃圾放到别人的家里，要不就是到处乱藏。可下一秒云彩就开始下起了垃圾雨，众人辛苦的努力就这样的付之东流。他们都在找能躲避的地方。小黑猜到是他闯的祸，便去质问。艾丽不信邪，一口否认，结果差点遭了雷劈。要说最惨的，应该就是冒死捡垃圾的那哥俩了。Okay, you can't die here. 经过此事，小黑决定不再替艾丽隐瞒，希望她马上离开善地。晚上，艾丽因为白天的事难以入睡，于是大晚上去打扫垃圾。同样睡不着的小黑看到后，多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，准备再帮她一次。等艾丽忙完回到家，却发现了通过门缝塞进来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你不属于这里”。艾丽突然慌了，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？